大家好，歡迎再次翻到嚟我哋呢個節目。我哋咧希望每個禮拜用3分鐘嘅時間帶俾大家啲實用有益嘅法律小知識。記得讚好、留言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支持我哋繼續製作更加多有意義嘅內容分享俾大家。今日我哋要講嘅咧係一單喺社交媒體上邊近日引起熱烈話題討論嘅校園欺凌事件。個事情係咁嘅，就係一個 IG 嘅賬號上邊咧，咁咧就上傳咗一段影片，就疑似咧涉及一間本地嘅男校裏邊發生嘅一啲學生打鬥事件。根據影片內容咧，就有一名身形比較矮小嘅學生咧，就俾一個身形較大嘅同學仔咧係咁推撞。咁因為佢咧又矮細啦嚇，咁好似氣力不足，結果咧就被推開，跌咗喺地下上邊。而跌咗喺地下上面之後咧，仲繼而俾對方咧用腳踩住佢。喺影片嘅結尾，你亦都可以睇到呢個身形比較纖小嘅學生咧，瞓咗喺地下上面咧，好似喊緊咁嘅樣。影片嘅上傳者咧，就 upload 呢條片嗰人咧，就話希望咧藉此提高公眾對於香港校園欺凌問題嘅關注，並且咧希望校方咧可以解決類似嘅問題。喺呢個上傳影片嘅同時咧，就有人咧將佢同近期喺 Netflix 上邊熱播嘅電影《Adolescent》混沌少年時呢套劇咧相比。呢套混沌少年時咧就講緊喺英國嘅校園裏邊咧，類似欺凌、成長困擾嘅案件，導致到咧案件裏邊嘅主角一個年青人咧就發生咗一個極之悲劇性嘅結果。所以呢啲問題咧，就算唔喺英國，喺香港或者全球嘅校園咧，其實都係需要大家嘅關注嘅。咁究竟喺一個法律嘅觀點、法律嘅角度，校園欺凌可以引發啲咩效果嘅呢？喺香港，校園欺凌嘅事件咧，可以牽涉喺刑事同埋民事兩個層面方面嘅。第一，關於一個人身受到傷害啦。因為呢個打交嘅行為咧，如果導致另一方有受傷嘅咧，咁已經可能觸犯咗侵害人身罪名嘅條例㗎啦。有機會咧就會被控普通襲擊或者嚴重襲擊罪嘅。呢啲嘅罪行咧，最高咧係可以判呢個監禁式嘅刑罰嘅。咁當然啦，亦都會睇翻案情嘅前後啦、傷者嘅傷勢啦而去決定。第二咧就係有機會衍生出誹謗嘅案件嘅。如果呢啲校園欺凌咧係有人喺社交媒體上邊發布一啲不實嘅信息，甚至咧對於受害者咧嘅名聲咧係有所影響嘅咧，咁咧就有機會受害者咧係提出一啲民事嘅索償。係啦，就因為誹謗言論影響到當事人嘅名譽。第三咧，作為校方咧，亦都有一定嘅責任嘅，因為學校咧就有一個法律嘅義務咧，就去確保學生喺校內嘅環境咧係安全嘅。若果一旦校方有證據指出校方係有疏忽管理嘅，而受到受害嘅學生咧，就有機會向校方提出一個民事索償嘅啦。所以要預防避免校園欺凌嘅事件咧，最好就係由學生、家長、校方三方面共建一個和諧嘅環境啦。學校層面啦，要設立一啲反欺凌嘅政策啦，一啲 policy 啦，定期進行一啲教育嘅講座啊，係啦。咁而家長方面咧，更加係即係要留意翻多啲關心子女喺校園嘅生活，即係要留意翻佢哋情緒行為上邊有冇一啲蛛絲馬跡顯露到佢喺學校有機會被欺凌嘅咧。至於學生咧，亦都有責任嘅喎，因為學生咧其實要學識點樣自我好好保護。若果遇到欺凌嘅時候，學生應該揮拳反應啊，抑或盡量避免有機會嘅時候同老師、家長反映翻咧。甚至乎有需要，亦都可以考慮報警，要求警方嘅保護。希望咧大家能夠喺今日嘅節目裏邊咧學到一啲實用嘅法律小知識，唔好到咗香港校園發生咗好似 Netflix 上邊呢個劇目咁樣嘅結果，到時一切都已經太遲啦。若果大家對於今日嘅話題有咩諗法，歡迎喺下邊嘅留言區留言。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記得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拜拜。